好，小五嘅同學，大家好啦。咁我係池 Sir，咁啊呢條片咧就講翻我哋第一個星期嘅測驗。咁我會 send 翻一份筆記俾你哋嘅家長啦。咁呢份筆記咧，我就收集咗大部分小學考試咧會考到嘅題型。咁今日咧我哋會溫修辭同埋標點啦。咁你哋就睇翻對應嘅筆記，溫翻書就可以啦。咁你哋就因為而家3月啦，6月就會考第一次呈分。咁提前講翻我對你哋嘅要求係啲乜嘢？咁呢個要求咧就都幾高嘅，就希望你哋可以做到啦。咁你哋可以睇翻第一版，第一版咧就係大部分小學佢哋會考嘅題目類型啦。首先第一 part 就係一啲公詞或者不公詞填充。咁呢一 part 咧，其實係要啱晒嘅，即係呢一 part 咧，其實係一啲送分，你只要溫熟書就可以攞到滿分嘅題目啦。咁呢個係第一 part。然後詞義辨識，詞義辨識咁就可能你平時有啲認字上呢啲會可能唔識嘅，咁呢個唔緊要。然後第二 part 就係修辭啦，修辭一定要啱晒嘅呢啲送分題目，OK，咁就自己唔可以失分。標點咧，標點就3分太多啦，最多扣2分嘅啫。咁就溫熟啲我之後講過嘅嘢啦。OK，然後段義辨識、句義辨識呢一堆咧，我哋之後再會溫嘅。咁你哋自己睇翻第一頁個要求，OK，就係咁。好，咁我哋可以睇下今日份小測。嗱，小測咧第一版修辭通常都唔多人錯嘅，OK，你哋好少人會錯，可能3、4題好少，最多都係錯2、3題嘅啫。OK，咁呢一 part 咧，咁我好快咁樣去講就可以啦。咁你睇第一題啦，像如是彷彿明喻啦，呢個大部分人都識噶啦。咁歲月刻下皺紋，刻係一個人類嘅動作嚟噶嘛，所以佢應該就係擬人啦。然後第三題啦，催促鬧鐘喺度催促，咁所以就係擬人啦，呢個都簡單。然後第四題啦，第四題難嘅，俾粒星佢。嗱，好多人咧見到詩句咧，佢就覺得係對偶啦，但係記住呢個好重要，好多人錯。你記住詩句唔一定係對偶，你要睇下佢嘅詞性係咪相對。對偶有兩個條件噶嘛，對偶有兩個條件，一個係詞性相對，第二個咧就係兩句嘅字數相同。咁而家字數相同啦，冇問題，但係佢詞性係唔對噶。例如咩叫詞性唔對咧？我哋睇呢個啦，桃花，桃花其實係一樣嘢嚟噶嘛，一個物件啦，所以佢係一個名詞。而不及咧，即係比唔上，比唔上係一個動詞，所以佢詞性係唔對，咁佢就唔係對偶。今次唔係對偶啊吓，呢一題。咁佢唔係對偶可以係咩咧？你諗下啦，淡水唔會深千尺噶嘛，如果佢千尺咁深，佢係海水啦，佢咪淡水，所以佢呢個係誇張嚟嘅。OK。然後第五題啦，怎能呢個反問啦，好簡單。然後佢望到連飲水嘅時間都冇，咁都係誇張。第七題啦，燕子去了，楊柳枯了，桃花謝了，三句都好似樣，三句似樣，咁就係排比。然後第八題啦，乜嘢係勇氣？答翻條問題啦，咁一問一答就係設問。第九題，咁呢題就詞性對到啦，所以佢就係對偶。第十題啦，有啲人死咗，有啲人活着，佢死咗，有啲人死咗，佢活着，咁呢度係相反啦，所以佢就係對比，對比就係 H。然後第11題都俾粒星佢，天子同天子咧，有好多同學佢做嘅時候咧就以為唔係頂真，但係你記住頂真咧，其實唔單止係字嘅，呢個係字啦，呢個當然係頂真啦，咁佢可以係詞語嘅。詞語都可以係頂真，OK，咁兩個都係頂真嚟嘅，咁自己記住佢啦。然後第12題啦，像如是彷彿，所以就係 A 啦。第13題銀絲咧，即係銀色嘅一啲鐵銀色嘅絲啦，咁唔會即係奶奶頭上面生銀絲噶嘛，佢唔係外星人。呢個銀絲好明顯係講緊一啲白色嘅頭髮，白髮啦，咁白髮變咗銀絲，偷偷地變身，所以就係借喻，OK。
第十四題啦，頭先我講過係啲乜嘢啊？即係詩句一定要詞性相對啊嘛。咁我哋而家睇啦，偏偏同燕山都對唔到啦，所以佢唔會係一個對偶。然後說係一個名詞啦，吹係一個動詞，所以佢都唔係一個對偶嚟嘅。反而呢度大如夕啊嘛，夕咁就係如，最如似彷彿就係明月啦。然後第十五題俾粒星佢，有啲同學做唔到嘅。老師話要好好呵護幼苗。嗱，呢個幼苗咧，正常係應該園丁去呵護嘅。咁呢個呵護唔係真係講緊幼苗。咁老師要呵護邊個？肯定係呵護學生噶嘛。咁學生變咗幼苗，所以佢就係借喻。然後不就是啦，就係反問就係 D 啦。然後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，即係話君子咧，佢做人咧好光明正大，小人咧就成日擔心自己嘅行為有冇做錯。咁呢個除咗係對偶之餘咧，仲係一個對比，因為君子係好啊嘛，小人係差，咁所以就係對比。咁我哋就寫翻啦，對偶就係 G 同埋 H。咁呢題都係頂真，寫翻 I 啦。OK，咁修辭應該唔難嘅，我哋直接落標點。嗱，標點咧就好難啦，俾粒星佢。嗱，因為我出得比較難嘅，好似有啲廿二個，你學校唔會有廿二個標點咁多。咁我哋學翻啲嘢。首先啦，陳老師咧就用專名號啦，呢個冇問題嘅。佢話陳老師中文科老師係我最中意嘅老師。咁你留意啦，中文科老師。查咗佢得唔得？查咗佢通唔通訊啊？通訊噶嘛？陳老師係我最中意嘅老師，通訊，所以通訊即係可以查嘅嘢，即係唔重要嘅補充。OK，唔重要嘅補充就用括號啦。係我最中意嘅老師，咁呢度句號啦。上課時咧，佢就好友善咁樣對同學。午休時自己框住佢。上課時、午休時，咁兩句好似樣啦，所以兩句似樣又有逗號，咁就用翻分號。啊，同埋呢個時間啊，時間後面用逗號，咁呢個記住佢。好啦，佢認真咁樣批改功課，咁呢度句號啦。我曾經聽同學講過，呢個聽字寫錯啊吓，下面有一個部首漏咗。好啦，呢度有啲同學咧見到一個說字，說字正，送分，冒號開引號，但係唔係啊吓，唔係，因為佢呢度有個他啊嘛，你記住。逢親你見到個他字咧，係唔需要冒號開引號嘅，呢個非常之重要，因為佢係複述句，複述句係唔需要冒號開引號。OK，然後啦，佢就話佢最中意滑雪，滑雪係指咩咩咩咩咩，咁呢度係講翻乜嘢叫滑雪啊嘛，咁都係唔重要嘅補充啦。OK，唔重要。佢介紹翻咩叫滑雪，你唔會講嘢無啦啦加插一段話，滑雪係啲乜嘢？咁呢啲係唔重要嘅補充，就用括號，跟住呢度斷開啦，就逗號。經常到世界各地滑雪句號。OK，呢一題就係咁樣。咁你哋做嘅時候咧，即係遲啲重做啊！我要你寫翻個解釋出嚟，你唔係淨係背咗個答案佢，背答案冇意思嘅，你要知道每一題點解要咁樣用。OK，咁你到時候考試先會用得翻。OK，跟住我哋睇第二題啦。今天早上逗號啦，小美咧，即係哥哥見到小美欺負老人，變，咁呢度兩個動作就斷開啦。呢度又有個他字，他字咧就唔需要冒號開引號。頭先講咗啦，點解要咁樣做句號啦？嗱，你記住，他字咧除咗唔需要冒號開引號咧，亦都唔需要問號啦、感嘆號，佢應該改做句號。OK。咁呢個，所以呢個位咧就唔需要用問號，用翻句號。小美啦就專名號，支支吾吾地說，支支吾吾即係甩甩咳咳啦，講嘢漏好似口吃咁樣說。咁呢度用我啦，所以就可以用冒號開引號。我，咁所以佢呢度咧係口吃嚟噶吓，即係佢漏口就用省略號啦。我沒有斷開，你不要。嗱，呢度咧話沒說完咧。都係要用翻省略號噶吓，
咁呢兩個省略號嘅用法係唔一樣嘅。第一個省略號咧係因為佢漏口，即係佢講嘢我，咁就係用口吃。呢個第二個省略號咧就係未講完啊嚇，俾人打斷咗，所以用省略號。咁呢度斷開啦，話沒說完，哥哥就打斷咗佢。OK，打斷，所以用省略號，就係咁。第二題就唔算太難嘅。好啦，第三題啦，第三題我哋要學翻啲嘢。野性之王咧就係一個花名嚟嘅，佢係一個稱號，就用開山引號啦。好啦，你記住開山引號完咧，佢出現個人名，人名就係個主角，佢就用翻破字號。咁幾時會咁樣用咧？通常係有個稱號啦，然後出個人名，佢就用破字號。或者啦，佢話可能我話最重要、最好、最好的。最好的老師陳老師啦，咁佢都係補充主角，都係用破字號。OK，咁呢個就記住佢係著名嘅演唱家以及嗱，以及即係代表有個和字。總之人哋咧小學啦，佢好多時點樣出，佢就 A 頓號 B 和 C，即係佢用咗三個例子，所以演唱家、作曲家以及作詞家呢度係三樣嘢，咁就頓號。咁因為佢用個和字啦，所以呢度唔需要省略號。OK，佢唔需要省略號，咁你就句號就可以啦。我最愛嘅歌曲很想你，正是由他編寫，跟住逗號啦。呢一首歌咧就2018年獲得獎。嗱，獎項嘅名咧用翻開山引號，呢個記住啦，好冷門嘅，好多人唔記得唔識嘅，自己寫低。獎嘅名咧就用翻開山引號。OK，好多人唔記得噶吓，就係咁。咁我哋數下夠唔夠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咁夠我哋就可以啦。然後第呢一題啦，22個標點呢一題。嗱，呢一題咧雖然係比較多字，但係其實佢考嘅嘢唔算太難嘅。鼻屎大魔王開山引號啦，因為花名頭先講咗啦，出現個花名，再出現個人名就用破字號。朱名號，屯門自然小學嘅學生，咁唔重要噶嘛，你可以查咗佢噶嘛，所以用括號。嗱，記住學校嘅名咧就用翻朱名號。其實唔單止係學校嘅，有時候係一啲機構啦，即係可能香港天文台、世界衛生組織，咁呢一啲其實都要用專名號噶吓。最中意將鼻屎彈喺同學身上，惹得好啦。呢一個位點解用逗號咧？其實就係因為一個係彈，一個係惹啊嘛。佢用咗兩個動作，兩個動作斷開就係用逗號，惹得同學哇哇大叫。咁呢度用逗號定句號咧？自己諗下。嗱，呢個位係用句號㗎，點解用句號咧？因為前面係講緊邊個啊？講緊陳大文啊嘛，後面係講緊邊個啊？講緊老師，所以佢係兩個主角，兩個主角就用句號，呢個記住佢。老師曾制止佢，但係啦，就俾佢搞到一身都係鼻屎。後來啦，後來真係時間改變，時間不同。咁就用翻句號啦。後來時間後面就用逗號。班上來了新同學，逗號。佢嘅外號即係花名啦，花名開山引號。鼻涕大王。好啦，鼻涕大王咧就又用翻開山引號啦。把鼻屎大王咧就陳大文啦，弄得滿手鼻涕，跟住呢度都係句號。自此以後，咁呢個係時間啦。時間後面都係用逗號，陳大文咧就唔再彈鼻屎，句號，OK。正所謂嗱，呢個位就記住啦，呢個好重要，好多人錯。正所謂咧，你見到呢個字開山引號逗號擺出面，
咁幾時個句號或者逗號應該擺入面咧？聽實啦，你見到個子曰，你見到個雲字，你見嗰個道字，呢啲全部都係等於乜嘢啊？等於說啊嘛。咁等於說你就開山引號句號擺入面。咁呢度係兩個做法吓，呢個係一，呢個係二，自己記住。所以而家正所謂，咁你咪開山引號咯。己所不欲，逗號，勿施於人，逗號。我哋要考慮其他人嘅感受。OK，記住啊吓，呢個我會考啊，我會再考啊，再錯就罰抄。OK，然後最尾嗰題啦，再考多次啫嘛。正所謂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逗號，我哋要多向別人學習。咁呢度句號啦，因為講完呢一句名言啦，轉咗哥哥啊嘛，所以主角不同。哥哥經常講同學嘅說話咧，毫無價值，真係一個謙虛嘅人。咁你諗下啦，佢話人哋啲說話冇價值啊嘛，即係佢點啊？佢好自大噶嘛。所以佢唔係真係謙虛，佢呢個謙虛咧係一個反話嚟嘅。咁反話就用開山引號啦，真是謙虛的人。同學咧稱佢為狂妄怪人。句號。好啦，呢度有個小明說，寫低，好重要。好多同學到小五都仲錯。你記住小明說咧，個人喺後面，前面句子開山引號，句號。呢個講咗好多次噶啦，可能由小三開始講，講到而家，咁就真係記咗佢啦。所以佢小明說由邊一度開始講，由呢一度開始講到呢一度完，咁所以你入面嘅嘢都要改啦，入面嘅嘢開山引號要變雙引號，咁呢個都要變雙引號啦。最尾個花名都係要用雙引號。OK，所以呢一題咧，佢考咗你好多引號嘅用法。第一個引號係因為正所謂引用個名言，所以開山引號。第二個引號係講反話，所以用開山引號。第三個引號係因為佢係一個花名，佢係一個稱號，所以佢用開山引號。OK，就係咁。今次嘅標點係比較難嘅，so far 就未有人一次過啱晒嘅，最多即係錯得最少嘅，好似都要錯五六題，咁就自己溫翻書學翻啲嘢啦。OK，就係咁。